花莲共和国中是训练真济棒球选手，不过今麦因为放山湖做大水，球场是互烂土规个淹起，要学员上无爱搬动，也教练有咧协调，讲要刷去别位来训练，不过交通这方面嘛是拄着困难。田径场冲过来的，大概从200公尺那边冲过来，然后连那个校门的那个石墩也在我们的一垒侧。球场和土沙土埋砍起来，向下底清一公尺，才勉强看到红土的场地。就连边仔的牛棚区，也有一只汽车卡伫遐，无法度震动。洗了应该也是没办法使用啊，里面有堆积那个沙土的话，就没办法使用。器材区也是算断甲真严重，吹断来捌打真少，格拉布也拢无法度使用，发球机也歹去啊，损失上无有50万。不过教练上烦恼的是这件代志。然后我们下个月就要比全国赛的预赛啊，我们已经有一周没有练习了。啊，假如说像是瑞穗或平和，他们都是可以坐火车去的，但是学生怎么来球场或者是来学校，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。花莲的共和国中出真侪运动的高人，尤其是棒球真出名，培育出周书杰、周金辉、甲高国辉等等真侪位现今的国手，也是以前的国手。即摆和一场大水霜冻，敢若是场地护员上去爱半年，训练计划全部拢乱去，该面对要搞的全国比赛。不止棒球队的训练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在光复国中校内也满是淤泥，正在清理当中，包含家政教室、音乐教室相关设备都严重受损，将来学生上课教学也面临难题。未来若是恢复上课，普通的教室可当使用，不过加上音乐、声课各类的艺能课程，因为教学空间真垃圾，上爱设备也拢歹去。学校赶紧调整上课方式，真侪动手做的拢无法度进行。也许在不能实作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用其他，可能可以先讲逻辑、讲学理，或是利用影片先给孩子一个概念，那再实际回来操作，这样就是做前后的一些顺序调整。学生的上课用品、老师的教学教材，拢受到大水的霜冻，实在是真凄惨。校园要恢复正常，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